老板，人我带来了。哎呦，官人来了。谁是卖画的？就是他，他就是那个卖画的。给我拿下。哎呦，金大人，您亲自来了。就是这个人。去把那幅画给我拿来。这大人，大人，您看，好大的狗胆！皇上的御赐品也敢拿到市场上来贩卖？奴才就想要点银子，没想到犯王法。狗胆包天的奴才！哼，这个也不懂。大人饶命！哎呀，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我是钟大人家的奴才，看在钟大人的面上，您就饶了奴才吧。大人饶命！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吧！我下次再也别走！是大人，走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！妙，妙啊！啊，这不是皇上给钟大人的御印吗？啊，没错啊。知道我是从哪儿弄来的吗？哼，从旧货摊儿。学生没听错吧？皇上御赐的字画怎么会到了旧货摊呢？哎，故事就在这里，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。啊，他钟文魁想干什么呀？把大厅满堂上都挂上了扬州的字画，却把皇上御赐品扔给了家奴，这家奴就拿到市场上去卖。刚才这个家奴交代，说是钟文魁令他从花厅取下来，藏到了后院的杂货库里。取而代之的竟是那几个扬州人的画作，这至少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吧？这是个把柄。不过金大人，单凭这一点还是扳不倒钟文魁啊。所以我即刻来找你呀。你给我出出主意，这个钟文魁他早就对我不恭不敬了，哎，不让他栽到我手里，我不甘心呐。恩师的意思我明白，圣上不是偏听偏信的主。对了，金大人，你说说，这几年你在皇上身边，什么事让皇上最头疼、动杀机的？这个一嘛就是贪污受贿，再嘛就是刁民造反。哎，比如说那个白练教，够了，这就够了。3年前，正是钟文魁坐镇贵州，当时贵州白练教闹得最凶。可是，经过钟文魁的周旋，白练教竟然从贵州跑到云南去闹了起来。你明白这是为什么吗？老师啊，你终究是个大画师，弄权术还是学生技高一筹。你想想，就以这幅画发难，再让贵州巡抚写一奏折，密奏钟文魁至今还和白莲教有来往，皇上就会疑心钟文魁早有反骨，和朝廷不是一条心。皇上，直隶总督钟文魁他与皇上不是一条心，微臣听说至今他还与分布在云贵的白练教有瓜葛。爱卿所说有证据吗？皇上您要是不信微臣的话，您可以派人到云贵去查实啊。皇上，微臣也是为了大清的社稷着想。朕知道了。
大人不好了，家奴王明德和马福被宫廷禁卫抓走了。为什么？王明德和马福从库房中盗走了几幅旧画，拿到雅墨堂去卖，其中有一幅是皇上赐给大人的。雅墨堂老板哈川请来了御画师金敏之，当场就把王明德抓起来了。哎，老爷，怎么了？糟了！皇上御赐的字画被我丢入库房，已是大不敬的罪过。如今竟然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这就是欺君之罪了。金密之拿到把柄，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大人，您说怎么办呢？也罢，怕也没有用。祸到临头，只有等着在皇上面前见机行事了。众爱卿，臣在。可有这么回事？禀皇上，此乃家人所为。臣吃饺以后，上下查询，方知偷盗之徒已逃之夭夭。臣家教疏漏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惩处。皇上，钟文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臣以为他是在诡辩。这幅桂枝梅雀图本是挂在花厅正堂之上的，为了标榜新派，他将扬州画师郑板桥等人所做的字画替换了御赐字画，并言以旧换新，这是他的家人亲口招供的。有这么回事吗？臣与扬州画师素有交往，花厅悬挂了他们的字画也都是实情。但是凌大人所言，大是偏颇荒诞。皇上御赐给臣下的极品字画，臣已收藏，意外的被家人盗走，也是实情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臣以为钟大人所言合情合理。钟大人一贯忠君大义，怎会为一幅御赐的字画说出什么以旧换新这样的蠢话？皇上，臣以为张大人言之有理，钟大人家人所为，当追究其家人的罪责。如此说来，皇上御赐的物件当街做了破烂，辱君之罪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？你们就是这样忠君的吗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报！启禀皇上，贵州巡抚500里快马送来紧急奏折，要面呈皇上。呈上来。这钟文奎，臣在。你自己看看。钟文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皇上，阿尔坤所奏事出有因，微臣在贵州评判，确实给一些白莲教民发过一些钱饷。据微臣所查，白莲教并非全是叛匪，多是贫苦百姓，他们造反
纯系一些地方官吏欺上瞒下、敲诈勒索所致。微臣不忍大动干戈。是啊，钟大人一向是。皇上，钟文奎一派胡言，微臣有阿尔坤书信一封，据他亲眼所见，钟文奎为保一方平安，邀功请赏，不惜动用国库，把叛军调往云南作乱。尤其不可宽恕的是，这些叛匪首领至今和钟文奎来往频繁。此事可有？皇上，那些迷途百姓的确曾来府邸谢我当年宽容之恩呐。皇上，够了！钟文奎，你知罪吗？臣知罪。你这犯的可是死罪。朕念你是辅佐先帝之近臣，免你一死。来呀！这摘去顶戴花翎，送三法司会审。这